どうした？来い。我们一定可以回到中国的。我们一起冲出去！我们的战场在中国，只要我们团结起来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、任何一个人可以欺负我们。我叫你保护人呢！我们输了，收手吧。保家卫国，你不是成精了，你睁眼呢！